紐崔萊長效維他命 C 營養片含有豐富嘅植物濃縮精華，讓你感受來自大自然嘅健康活力。喺每一片維他命 C 營養片當中，都含有來自有機栽種嘅針葉櫻桃，維他命 C 含量非常豐富，讓你攝取到天然嘅植物營養。紐崔萊長效維他命 C 營養片利用獨特嘅長效釋放技術，將特殊嘅微小纖維包覆喺維他命 C 嘅粒子外，堆疊形成營養片。當營養片到達消化道時，唔單止對消化道更溫和，而且透過特殊微小纖維嘅調節作用，控制維他命 C， 可以有效率咁持續釋放，提升身體對維他命 C 嘅吸收，令維他命 C 可以喺體內長時間提供健康防護，效果持續8小時。紐崔萊長效維他命 C 營養片，加倍防護，完整吸收。